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以傳福音為首要。2。使徒行傳15章37至41節，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，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龐菲利亞離開他們，不和他們同去做工，就以為不可帶他去。於是二人起了爭論，甚至彼此分開。巴拿巴帶着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，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，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。他就走遍敘利亞、基利家，堅固眾教會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37至41節，巴拿巴點解同保羅爭論起嚟呢？佢哋各揀選咗邊個作同伴呢？佢哋又各自去咗邊度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保羅同巴拿巴因為應否帶馬可一齊去旅程而爭論。保羅唔想帶馬可去，原因係馬可曾經喺第一次宣教嘅時候中途離去，唔同佢哋同工。但馬可點解離開呢？經文冇交代，經文亦都冇交代巴拿巴點解堅持要帶馬可同去。所以我認為記載呢件事嘅目的唔係叫我哋去判斷誰是誰非，經文係話俾我哋知保羅同巴拿巴有爭執，但呢個爭執並冇阻止佢哋繼續為主工作。佢哋依然分工，用唔同嘅路線作一樣嘅工。我哋睇到保羅同巴拿巴喺相對嘅事上分歧，喺絕對嘅事上依然合一，而且互相尊重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